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搭是安怎？是拢无政府无王法啊？笑。这个婚林四湖反风吹自救会会长吴连进伊的厝内底，昨日暗突然间来5个身份不明的男子放刁，讲要甲这个会长来甲押走。吴连进来拒绝，对方竟然是动手甲拍，佮拍伊的阿姊。警方接到通报，赶到现场，甲5个涉案的男子带走。啊，这个吴连进是真感叹。讲伊厝内底拢是老幼妇女，对方前门大户动手就拍，阁想要甲伊押你走，敢讲拢无政府无王法咯。5个身份不明查某人暗时入去反风吹自救会长吴连进因兜拍人。欺负我那个家！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警方接到报案，随到现场，将拍人嫌犯抓回去。吴连进当时正手已经受伤，会一直流。因为我坐在那种椅子上，他就打来嘛，打到我躺下去。他是插什么哈？没有讲，他就要带走我。吴连进讲，这5个查甫人亲门大户要甲带走，伊甲拒绝，双方就相拍。当时厝内有囡仔，囡仔惊到哭出来，因姐姐本来讲要做公亲嘛，因为安尼来受伤。食酒哟？有啊。啊，要来理论哦，啊，唔知要理论什么？唔知啊。无法无天，带了小弟要来到人家。吴连进讲，伊无甲别人结冤仇，因过由于北部登去故乡反对风车发电破坏生态，捌互人恐吓甲威胁。伊怀疑讲，即摆甲反风电有关系。反对路易风车是我的坚持，我挡到许多人该有的利益嘛。前案例侵入住宅、毁损、伤害、恐吓。移送邻里地检署。吴连进伫面前批评，走入去人家厝拍人，搁要将人带走，敢讲无王法。但是呢，庄脚发生这款代志，在地人是议论纷纷。